为了推广单次英雄观光甲历史旅游，嘛偏面参照山上水稻博物馆等侪热门景点。每到假日，就至少5000人次的人潮，造成严重的塞车问题。所以，市长黄伟哲伫观光旅游局的规划，今年推出6大主题游程，包括88、99等观光公车甲巴士等侪路线整合，和市长读起来，家己讲参照的报名牌。三博线。还有88，还有993条路线。其实除了398之外，我们还有这个云嘉南风景区管理处的61线，还有西拉雅风景区管理处的33线。所以33、33、61、88、993，这是名牌吗？也不是但是却是我们这个不是这个六合彩的名牌，但是却是我们观光公车的名牌。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观光购车都承载了许多好朋友，能够到我们各大景点，很轻松的，不必自己开车，不必找停车位，不必跟人家塞车，这很好，很方便的一个交通观光路线。记者会中，观光旅局长马进一步表示，这6大主题示范游程，不管是上山团、美食团，还是海陆双拼的小旅行，民众只要报名观光公车来游览，也有创意的防疫包要来销售。这一次你只要有购买我们的行程，就会有的一个防疫便利包哦。那当然这个帆布在台南很有名我们就做成了一整包的一个计划包含说这个。大家都知道手机现在已经是离不开的一个小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手机的一个钥匙圈置放架。那同时呢，还有像这个大家到哪里都要洗手，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肥皂盒你可以有一个最环保的一个利用。那当然放口罩的一个盒子，这也是时下现在最方便最流行的，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能够参与我们的这一个减碳低碳的小旅行的一个台湾好行的巴士398 Go Green。伫市长、局长等各界贵宾的见证，第一团3月15号即将开卖，2个人一天旅游，报名费1000块有走，欢游客做伙来体验台南用寄托运输新的生活。今日新闻，军籍林根采访报道。